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最近這兩天，你敢有關心到日本的政壇？日本的政壇大翻身，三那瑪尼亞和二戰以來處大勝，刷來日中關係敢會變作歹？那麼台日關係敢會更加堅固的友情？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副教授池鳳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日本觀察家胡哲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晚。那麼第三位是日本的前外交官史三克。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大家好。是。那麼首先，咱先來關心這擺的選舉，日本眾議院改選，自民黨摕到超過2/3的席次。那麼美國總統川普發文來恭喜日本首相擱置查苗。那麼美國財政部長貝森嘛表示，擱置查苗是美國堅定的朋友，日本愈強，美國在亞洲就愈強。有學者認為，日本跟中國的關係恐驚會愈來愈壞。日本首相擱置查苗初白佇眾議院改選，帶自民黨摕到超過2/3絕對優勢的席次。日本 NHK 表示，這是日本戰後第一擺有政黨贏甲遮爾水氣。選前就捌公開替擱置背書的美國總統川普初白，閣再發文祝賀擱置。川普學了擱置受人尊敬，人氣也真旺，認為擱置這件提早改選眾議院是大膽閣有智慧的決定，而且嘛得到真大的回報。川普強調，真榮幸會當替擱置背書。安尼美國財政部長貝辛德初白受訪的時嘛，肯定擱置的領導能力，未來美日同盟會更加堅定。President Trump endorsed her last week. She is a great ally,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And when Japan is strong, the U.S. is strong in Asia. 擱置查苗初白深夜佇 X 平台用日文甲英文發文感謝美國總統川普選前的背書小婷，期待今年春天訪問白宮，進一步加強日美同盟。擱置查苗按算3月19訪美，受擱置查苗勝算激勵，日經225指數提到開盤，一度飆超過3000點，指數衝到57000點，整數大關，漲幅超過5%。対外的に見てもやっぱり自民の首相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安定してやってきたことだから、僕は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指出，這場選舉的結果反映出日本民眾對北京構成的生存威脅愈來愈嚴密。若擱置查苗的勝算對美國來講是好消息，若擱置的競選公領有通過，日本就會使擔閣較濟對抗中國的安全責任。不過，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前總編輯歐錫進佇社群平台發文表示，就算擱置查苗贏甲水氣，也袂改變中國要求伊撤回對台錯誤言論的立場，也袂是甲中國交涉的條件。關於到這擺日本的選舉，其實會當討論足濟吼。小等兩後3位咱才來並來好好講，但是我先和這個野島剛老師哈，野島先生。是的。我想先請教您哈，因為這一次的選舉，它的投票率基本上沒有超過60%。那麼其實日本的這種選舉已經連續5次沒有超過60%。那麼您認為？那麼當然有人說，這一次的選舉有很多年輕的選民出來了，其實選民的 profile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你認為這次的選舉有什麼時代性的意義嗎？我覺得這次選舉嘛，就是的確是有很大的那個意義的，因為其實我們這次下了大雪，然後交通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是本來我們有一個預測了，這個下雪的會影響到投票率，那投票率低的話，這個高市的或者自民黨的票也變少了，因為這一次的選舉很明顯是年紀一代投票的投給高市的議員比較高，那如果他們沒有出來投票的話，就等於是高市的這個選票不會比預計會低一些嘛。可是結果是雖然是交通很
發現很大的問題，然後下雪，我們就外面有一點不方便的環境之下，還是我們的投票率有一點成長。其實這應該是2-3次的選舉，是日本的投票率從這個很低的狀態就稍微改進，因為大家都發覺到目前日本面臨很大的這個挑戰，還有國家的困難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去投票的話，就真的是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命運嘛。所以這種日本的投票教育是慢慢的成效的情況之下，這次選舉是也是我們可能有一點就是出乎意料的高，也證明日本人民的那個政治意識，可能是稍微是比過去高一點。當然是我們的那個投票率也不如台灣了，可是台灣的投票率高的這個有一點是這個世界裡面也還是數一數二吧。所以我們目前日本的投票率要稍微邁向這個改進的情況之下，高市能夠獲得這麼大的選票，也是一種高市這一次自民黨勝利的一個背景一個理由。野島先生哈，因為我看日本的報紙，其實很多人都在講這叫 Sanamania 啊。那麼你認為，當然也有一方面的人認為，那麼其實這一次最大的助選員是叫做習近平。那你覺得這2個因素的互相作用呢，還是其實是高市早苗他很善於利用這樣的事，然後他又非常非常的不一樣於傳統的日本政治人物？您自己的解讀是什麼？我覺得這一次他的確是他被選首相，自民黨黨首，然後就任首相的時候，他的政府是沒有那麼強的，比較弱的政府。因為第一個，他黨內的基礎還是沒有那麼強，黨內沒有他的派系，而且他也被稱為是那個自民黨的孤鳥。除了這個安倍先生以外，他沒有後盾。那安倍先生走了以後，就的確是他在黨內的那個力量了，就是比較弱的狀態。然後那個自民黨眾議院、參議院都是處於是小小越大的情況，所以他好像是他的環境是不是那麼的好？不過呢，到上任之後，就幾天是有發現一個高市的一個，就是台灣有事發言了，然後中國開始蒙的高市，那這個部分對他帶來一個轉機的一個機會，因為目前日本處於是我們的民意啦，大概80%到90%都對中國有那個比較不好的觀感。在這個時候，中國用比較不合理的方式來那個批評我們的政府或者是我們的首相的時候，當然我們國民都團結，都想要一直跟高市對抗中國。雖然中國的那些管制、旅遊的管制，還有留學生的管制，給日本社會的一部分有一些負面的影響，可是整個的我們的國民的這個情緒來講是還是支持高市繼續維持這個他的外交政策，還有日中關係的一個方向。那麼在這個時候，他找到這個機會，那他的支持度也是借這個那個日中的一個對立之後開始上升，那麼他發現這個時候應該要解散國會，然後就他也是非常的果斷的解散國會。其實他的那個解散國會的方法也是有一點不典型的，因為一般的日本的首相、日本的政府在選預算之前不敢解散嘛。不過因為這個是一個我們的憲法或者是我們的國會的運作裡面，是應該一個政府先要通過預算才解散，這是一個我們國會常年的那個常識。不過這次他那個解散國會，當然是黨內或者是政府裡面政治專家裡面有一些批評，可是整個的國民來說是可能是我們整個的國民都比較支持。主要的原因是還是目前是我們希望高市要成為比較強的政府。是通過這個選舉的考驗來獲得正當性，這個是我們選民可能是期待的這一點。好，野島先生，您講到正當性哈，接着最後一個問題，我先請教，他此後的執政
會很順利嗎？因為其實我們看起來他還是有一些隱憂哦。他的內閣裡頭還有4、5個是過去有被這個所謂的黑金傳聞，然後他接下來他的國防預算，乃至於他跟中國的關係，你覺得他的執政會一直延續着在此前的路線嗎？我覺得選舉，我們在民主國家嘛，選舉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這個可能跟台灣一樣。所以這一次高市黨內本來沒有自己的派系，不過這一次當選的很多年90年代的自民黨的議員們，一定會成為高市未來的高市派。那麼黨內很多這個議員呢，一定會聽高市的。那高市的這些政治力量是應該可能未來2年半就下一個3月選舉之前不會動搖。還有一點呢，這次選舉高市還有自民黨單獨過了2/3的門檻，這個意義真的很大，因為日本是眾議院通過的法案，那麼參議院目前如果否決也眾議院再選可以通過的話，就這個法案是成立了。那意思是日本兩院制裡面，雖然是參議院現在是朝野小大，自民黨和那個維新黨還是少數的執政黨，可是呢，眾議院超過2/3的話，就不用擔心這一點。我覺得這個制度上，還有國民民氣上，還有黨內的這個政治力學上，高市的正當性、高市的力量已經是完全比選前不一樣。我覺得這一點應該是我們日本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就是高市議長時代。是，葉老先，您先在線上先等待，我們再讓棚內的3位發完言，我們再回頭來請教您。好，謝謝。好，沒問題。齊老師，是。他昨仔伊所講的，對這個高市此後的這種充滿就正面了哈。是。但是我還是感覺小可擔擔哈，因為真正伊的 GDP 愛超過伊的3%，要做國防預算。這是長數以來攏唔捌發生過。是。哦，第二，伊難道有真正有法度甲中國維持目前即馬這種無好無歹這個關係嗎？敢有可能？還是講伊就是這樣個，伊會從此行這個路線？好，有影吼，即馬主持人你所講的這確實啦，嘛是有一寡咱講就是憂國憂民之事啦吼。唔是講因為高市伊即屆大贏，吼啊，大家都啊攏讀甲戇去安尼啊吼，大家嘛是會思考講，即馬咧大贏，我甚至都有咧早起，都馬上都文章講，哇，伊即馬安尼日本的自由民主是毋是會慢慢啊較下啊，還是消失去？袂啦，這是制度問題啦。但是一直挑佇講啦，講伊後擺變獨裁，當然。可能性，我相信應該是足低啦吼，因為畢竟伊還閣有維持咱即個叫做選舉的制度。但是伊即屆大贏確實會照着講，大家對伊的日本社會對伊的寄望足濟啊吼。啊，其中一個閣是拄仔主持人你講的，伊即個啥物伊的稅金的問題吼，閣伊即馬日本的國際國債啊，吼，這問題足濟啊，吼2%，250%，就是安尼，吼啊，但是這個問題一時半刻唔是高市有才調去處理的。我想要安尼講，為愛平等來講，伊即馬就是因為進前迄種叫做朝小野大，伊根本無才調，有當春卡春手，都攏無法度。就算講伊的預算，其實已經創好後。哦，這頭拄仔主持人講，伊預算干那伊的國防預算都要衝破要2%以上啊！哇，這一年580億美金啦，哦，日票叫做9條啦。這個數字哦，這可能足大的嘛，對無？問題是伊即馬送去預算委員會，伊都袂過啊。哦，啊，佫毋是干那這啦，佫足濟這法案送去甲內底袂過，啥也袂過。朝小野大是因為。迄個眾議院內底吼，17個委員會，咱咧講叫做召集委員，
攏是在野黨，攏在野黨誒。因，所以你有一點仔親像咱台灣即擺總統啦，你干那要送講要護衛，伊都唔知要甲你。我都心渣。干那講要討論都啊，閣一個問題啊吼，莫講後壁要閣送啊，就是因為這種，所以高市吼，你知影伊1月27號開始起跑嘛吼，伊28號去倒哩啦，去我留學的所在北海道，吼，伊去札幌，毋是第伊迄場演講，吼，我要安尼講啦吼，北海道傳統吼是若要講叫做非自民黨的支持區啦吼，啊無就若要正講就是講支持民主黨的。即屆大我剛才看到迄場演講，我就知影即屆變啊，因為吼安怎講呢？伊毋是伫札幌迄去哦，你若札幌車站會偌濟人來我毋知影，但是伊是去迄溜啊較偏僻的吼，雖然嘛是 JR 路的迄個沿線啦，一個叫做首道車站啦吼。啊，伊個首道車站若要講咱台北市用台北市來比如吼，可能是10指啦，無就是樹林站安尼大概。啊，你甲想看覓，若是高市去甲樹林站去甲10指，講要演講，講要較濟人來，有影。哦，台灣選舉攏是用動員的嘛。你知影日本選舉是都2台發財車，吼，啊，都一個麥克也都烏寧啊什麼所，烏寧什麼，伊都是一直發動伊有演講啦吼。因無親像咱台灣遮熱情，吼，這大家啦，因的選舉毋是安尼。即屆是足奇怪的是，迄個選舉我有斟酌看，足濟差不多40歲以下的少年人的面有出來，啊，佫一個。迄北海道迄講是啊，佮落雪呢，落大雪呢，人因嘛是啊，迄毋是講我即馬高市來我就來呢，人迄攏愛先徛7點鐘前愛慢慢愛組織的。你徛看覓7點，這有影。敢若想到這點，我就知影講啊好，即屆北海道可能愛變天啊，吼啊，只是講我毋知影伊的調幾色啦吼，但是我本來咧想講用一個較保守的想法，頭調一半就好啊。哇，結果3/3，無伊敢若輸1色爾，伊攏總北海道那個12色的款，吼。敢若一日掉落來。對，哦，啊，你就知影講這北海道即屆才咁變天，啊，閣伊東京，規個關東區就對啦。你甲看覓啊，迄幾乎全拿啦。哦，伊攏總有1都30線，攏包贏的就對。這個狀況吼，從日本有選舉以來，以前以來毋捌的。就將來毋捌有這種狀況啦吼。啊，這個狀況是安怎？就是高市伊佇札幌迄場吼，佇北海道迄場演講的時候，伊講吼，我這道要甲話講個清楚，是安怎我安怎。就是我法案都無法度去送，是安怎？伊就開始訴諸選民，就是伊要甲規個選民講，毋是我無愛做，實在是我佇迄個眾議院內底吼，我無法度，迄個人咱講春夏秋就對，我無法度就無法度，啊無法度是因為在野黨因攏一直甲我動，吼，毋是我無愛做，拜託選民，恁即屆互我機會，我若無調吼，我就是。咱咧講叫死首相啦，叫死頭路啦，家己死啊！哦，伊有即個棄票就出來，哦啊一場演講，啊你看伊後壁甲福岡甲迄個基路，哦啊閣甲其他上尾一場咧東京，吼迄正講干來當講，咱媒體有寫講人山人海啦，吼，較實有影啊！即屆吼選舉有2個足大現象啦，我。互伊家講吼，一個叫做民心思變啦，就是講大家無要閣親像古早安尼，哦，1年2年就閣換一個首相，迄安尼落去，你政策無法度連貫，你無法度連續的時陣，啊，這政策換人就該換人啊，這日本社會可能會思考講，安尼敢對家己敢好，吼，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因昨咧選舉的時陣是拄着迄個18歲、20歲吼。因遐囡仔是要考試大學聯考第2次的迄個私立學校啊，但因全國愛強調呢，都強調啊，啊，但是強調你知影因少年人出來投票，迄意願是偌懸，迄正講足含的，迄除伊去年10月21號吼，開始出來這個做首相以後，伊一開始本來干那64%爾，哇，
這戰加一直去哩，甲落尾73、75、78，這還佫無啥。少年人我上尾看到本來89，吼，最近看到迄變90，我就咧想講啊，這少年人即馬是安怎？因為日本的少年，莫講日本少年啊，咱頭拄仔主持人講，迄其實日本人對政治的迄種熱情，無親像咱台灣遐狂遐少啦。哦，啊，因對這日本的這政治，就是啊好啦，恁要投票，恁投票啦，都變安尼。但是因即屆少年的規範會出來，對代表講，即個社會開始要改變啦。就是講日本的即個，不管是50歲以上的、40歲以下這少年的，因看有，就講即馬日本的狀況，已經唔是講迄個咱內政的問題啊了，是因為規個國家的日本未來的看法。哦，咱要安怎行？啊，你看伊即屆大贏，迄贏甲講有村哩啦，有村的比例代表制吼，贏甲無人通報，贏甲無人通報，佮減13色啦。啊，無奈何，只有分互一寡財仔統，互因去分啦吼。分互迄個未來的。對，吼好。啊，即馬這種狀況哦，我互伊一個名稱啦吼，就是講，當然我先引號啦吼。伊即個現象，我感覺毋是足普通的，吼，足有一種玄妙之音在內底。啊，伊個玄妙之音，就是講，1867年明治維新，吼，互日本開始往，甲伊二戰，吼。失敗無毋對，但是看代志無法度安尼看啦，愛看伊長遠的咧看。啊，伊二戰以後，伊19年以後哦，1964年東京奧運，這全亞洲第一個。啊，伊3年後吼，迄個全國 GDP 哦，超過西德，啊，伊個西德變做全球第2位。這個意思是啥物？這個意思就是講日本的經濟變好啊，啊好，這屆第3屆。啊，我唔知影講要安怎回一個名稱較好啦，有可能有一寡想法啦吼。I'm not make Japan great again 我唔知影，但是我回一個叫做令和維新啦。吼，就是講是毋是未來有可能？因為吼高市伊創造足儕第一呢。這自1889年帝國議會第1屆以後，一直甲戰後甲即馬，伊是第一個女性的首相。這全日本這是啥物社會？男性為主的社會，你哪有可能會出頭嘛？但是伊就是有法度。是吼，啊，這屆選票佫好啦，就講贏較有剩啦吼。伊單獨一個自民黨都超過2/3，伊總數465席，伊攏總316席。伊這個316席，若要講較歹聽，伊毋免在野黨伊嘛會贏呢。但是伊毋是伊有伊的目標。第一個，伊想要修憲，因為這個修憲吼，毋是干那你2/3過關爾呢，伊愛足濟，佫較濟人來甲伊鬥相共。修憲的修憲的議題，咱容後再來講，好不好？咱先來請吼，不要講，若要叫你講2項，你觀察即擺大選上重要的點，要安怎來看？伊頭一個伊現在會贏，第二個伊未來的路線是安怎來行？請第一點吼，你即馬看。高市早苗吼，我佇感覺，甲咱台灣有一個政治人物進行，叫做李登輝。李登輝是一個啥物人？伊是一個戰略家，但是咧，伊講話呢，攏甲迄個爭討會當接地氣，毋通袂記一句話。阿輝伯定來講的，食果子就愛拜樹頭。這一個有讀冊的人吼，伊會去講這個，好多那個蘇言，這一個一寡迄落要百姓就聽有的這個話吼，這是真牛。高市早苗有這個重點，我想講伊是戰略家。我來講大家，是安怎咱這邊立憲民主黨甲迄個國民黨，伊會輸甲這樣稀咧咧，其實就是互迄個高市早苗戰略給伊拍掉。安怎講？去年年底要過年的時陣，日經新聞訪問高市早苗講，首相啊，咱這邊迄個因為刷了就要開議啊吼。會來迄落無？會來改選國會無？你知影高市早苗安怎講無？哎呀，咱就愛拍拼來做即個吼預算好過，啊好過了才來看。所以我來講，全部的媒體甲所有的學者攏拍算講，你這邊改選國會應該佇迄個今年的6月。啊，
迄個立憲民主黨甲國民黨就講啊，我老神在迄落6個月半冬咧，我通啊好啊，甲你拉一個。嘿，我通啊傳咯吼，伊就本來想安尼啊，因為國民黨吼，伊其實對這樣代志，對改選國會這樣代志，伊真重視，是安怎講？因為吼，伊本身就是要講，你甲我看吼，你今仔甲我離婚，我就互你喜咧咧，所以伊嘛是用傳便便要等伊啦。啊，所以高市早苗攏不動聲色，結果佇1月初，讀賣新聞先報一個出來講，高市早苗講要改選國會，哦，大家變啊，講啊要求哪會安尼？即甲咱算的攏無共款，啊，伊無參詳是毋是干啊？無互這個消息去外漏，甲迄落野黨哦，連咱上疼愛的迄個麻生太郎都無互通知着，所以你就知伊迄保密做啊偌密。啊，做了後，伊就講好，我要改選國會，所以國會選舉自開始到結束16天。16天，這是一個真重要的一個數字。安怎講？因為你也熬做組織陣，就像講迄個國民黨啊，這個立憲民主黨，因這個組織陣，因通啊這條啊卡傳，伊啊時間愈長，伊愈好傳。咱佇台灣，咱這選舉合作，這叫做陸戰，吼。但是咧，你16天你無法度做陸戰，我來講，你莫講啥。選票因都袂付，莫講說選迄個其他事。我有甲查過去吼，安倍所信23天。對，啊，所以講，伊這16天，伊正搞就是講安怎講，高市早苗知影，我的閣僚吼，我即馬這個人，甲我其實我本身有即個叫做媒體的魅力，我用社群媒體，我用空戰，甲你拍，我絕對甲你結落去。所以用空戰規個衝落去了後，你注意看一件代志。伊的迄個自民黨的即個選舉的即個點閱率啊，16天內底，你要看賣點擊率偌濟？伊迄支片講1億啊，無唔對，哦，大家攏無看這點呢。這1億，你知影講迄比迄亞索比的迄個團哦，更較厲害。無唔對，所以講，我係講高市早苗，其實伊攏算啊好勢好勢。啊，伊想要算啊好勢好勢，因為伊就頭頭講，咱頭拄仔咱老師嘛講過，因為伊即馬要帶動的，伊要帶起來。是日本的這規個經濟，伊要甲扭起來。啊，伊要甲扭起來的時陣，伊為蝦米安尼做？因為重點是中國一直淡仔甲你弄，伊甲你弄的時陣，大家唔通袂記有一件代志。你看Okinawa 4個選區，古早吼，總講想要做美國人，想要獨立啊。古早這4個選區吼，自民黨無法度講全體呢，這邊4個選區全部攏自民黨的。你就知影講，規個即個Okinawa攏好摕來了後，你煞來咱講的，你踮迄個西南，咱迄個日本講西南諸島，你西南諸島你要布即個飛彈啦，要布啥？你就知影講Okinawa的民意即馬走去倒位去。所以講，其實高市早苗伊規個伊戰略拍得足水的。啊，擱第二點，伊雖然有一個戰略家，但是咧，伊的身軀真軟，毋是講伊拍夠軟哦。伊也講愛甲你拜託的時陣，伊會甲你。頭殼頂落，我講一個上重要的重點，咱佇迄個北王子，東京北王子，迄個叫做哈基烏達桑，哈基烏達桑伊幹事長，迄咱講實在話，伊這個幹事長真正是迄個算講第二支條卡呢，迄從頂頭算落來第二支。選甲100呢？是安怎你知？因為北王子過去攏是靠國民黨的組織票來拍起來，啊，所以國民黨就講好無要緊吼。我就先我別位賣贏你，我哈基烏達桑這邊，我甲你奪落來，你465席，你也無哈基烏桑這席吼。我講你民主你就拖累咧，所以高市早苗嘛知這樣代志，伊去拜託一個人，你知影啥？東京都的知事，或者迄個小池百合子，伊看小池百合子的時陣，伊小池百合子徛遐，人是都知事呢吼。啊，迄個高市看到伊先甲你行一個。講啊，你著拜託吼，你當陣你出國，你會記轉來甲阮即個哈基烏達甲烏煙呢？啊，為什麼要叫伊來烏煙哈基烏達？因為迄個小池百合子本身，伊有真濟東京的所謂的在地啦，在地女性票、婦女票，伊真濟，所以講伊即馬就是，所以講這邊的選戰有一個真重要重點，就是用因為組織票，國民黨的組織票無去啊，伊即馬用高市票，咱來講高市票。伊用高市票來貼，我就唔信我甲貼落了，我會輸你。所以講，伊即馬規個這戰起來時陣，你敢看講哦，你贏起來，敢若贏到互人安尼下海，給我留落來。但是我來講，其實所有的物件，高市早苗伊掌握重要，攏伊掌握當中，迄種伊的戰略，伊攏去想咧。是，說來要請教馬拉部長吼，你選舉的當中一定有甲你的這個日本的親戚朋友當中攏有聯繫。
因普通的這個反應是啥物？對高市這個人的選舉的方式，乃至到講，譬如講，伊有取消這個消費稅，吼，還是講伊的執政能力，因對伊的評價是啥物？我是感覺這屆的這個選舉啊，最趣味的所在就是講，伊這個國旗是執政黨的人，不過伊有這個挑戰者的這個感覺，就講哦，敢若挑戰者，挑戰者的感覺，對，迄是最趣味的這個所在。在來一直來攏是這個在野黨是有這個假設，攻擊這個統治者，不過即馬是顛倒過來，就是講因為這個國旗就台了後，一定有這個足些的這個困難，就包括這個伊這個當選自民黨的這個總裁了後，因為是這個國民黨離開啊，離開了後，伊嘛是無法度這個做政府有這個困境。然後嘛是有這個做了政府了後，這個國會內底大多嘛是講過，就是講11月7號迄個時陣有這個台灣有事的這個發現了後，因為是中國這個台辦總領事斬首這個發現了後，大家攏感覺講，伊是佇咧突破什麼代誌，有這種的這個感覺出來。然後大多這個胡子潮老師嘛是講過，就是講。即馬在野黨開始組織的力量來去做選舉，即屆足明顯的這個國民黨有這個宗教的這個力量，另外這個工會嘛是支持這個眾多，所以講在野黨敢若是這個組織的這個力量來去選舉，不過我只是看起來敢若是無這個。組織，其實有這個組織的背景啊，不過看起來是敢若是這個挑戰這種的這個較大的這個組織，這種的這個感覺出來。所以講，這點是足奇怪的這個現象。不過因為是這種的這個會使講是印象是較普遍，大家攏有這種的這個感覺出來的時陣，是有這個動力愛去投票因為這個。就是這個，感覺講這個人有咧挑戰啊，少年人會較動啊。對。而且大多這個胡水潮老師嘛是講過，就是講這屆選舉過程中間，這個辦路這個作用，這個自民黨迄邊的這個辦路的這個運用是非常的成功。哦，較早的時陣，這個大家攏無去看這個自民黨，或者是講官方的這個FB 啊，或者是講這個鴉片等等。不過這屆大家攏去看，網絡真成功。對。非常的成功所以大家選起來有感覺講，自民黨敢若變少年啊，敢有這種感覺？對，有這種的這個感覺。其實，同款是自民黨，難單請投票的這個自民黨嘛是同款，人嘛同款啊，人嘛是同款。不過，因為是講，我是感覺講，自民黨是一直來攏有這種的這個效果，就是講，政黨內底有這個政權輪替，同款是自民黨，不過。兩個候選人的這個政績是完全不同款，比如講這個九博加這個國旗的這個政績嘛是無同款。過來就是講一點非常重要的這個重點就是講，伊的個性嘛是完全不同款。九博是這種較會當講是這個調整性的這個政治家，就是講你聽別人的這個意見了後再決定。所以講按條文上嘛是同款，伊。當選了後，一句話就講，我有這個聽別人意見的力量，對，迄是伊的講話這個方式。迄嘛是迄個時陣是伊種的這個領導的這個風格。不過，即馬看起來，大家攏較愛的，就是講較有這個領導者風格，這個領導者有起票，對。因為我是感覺講，四單前，烏克蘭戰爭發生了後，規個這個國際的這個局勢是改變，所以即馬需要的是較強的這個領導者。大家有這種的這個感覺。若是安尼來看，變做民氣可用，伊敢有可能來發動修憲？對，我是感覺講，昨昏我看到這個國旗面對着這個記者會，迄個時陣，伊的表情是非常的嚴肅，因為講這屆的選舉的這個結果是大家攏想不到有這種的這個結果，1/3的這個票，所以講伊即馬有足大的這個壓力，對，所以講刷落來，大多野島剛先生嘛是講過，就是講伊完全無啥物借口，伊一定愛推殺家己的這個政績，
對，完全無任何的這個照告。較早的時陣會使講是哦，因為是在野黨反對，所以袂使推殺。不過即馬是完全是大家攏是支持伊的時陣。一定愛做啊。對，一定愛做，包括伊講的這個修行的問題，包括其他的這個較保守的這個政績，嘛是敢講一定愛推殺，迄是足大的這個壓力啊。啊，那安尼落去，對甲中國的關係，你會推測？你家己過去是外交官，你安怎來看講日本外務省誒普通的文官的體系，這個體制，啊，甲過去啥上的這個想法，敢袂產生一寡愛有時間去調嗎？對，我感覺一定愛有這個時間愛去調整啊，因為講大家攏知影，這個國際是有這個家己的這個風格，而且是伊嘛是無去念。我了準備的這個稿，伊家己用家己的話來去講話，對，所以甲較早的這個領導者的這個感覺是完全不共款，所以大家這個我了愛去調整，即賣的這個做法。不過我感覺這屆的這個選舉的結果，對外交來講，應該有這個較好的這個力量，因為講這個川普伊嘛是。愛去看你這個領導者到底背後為偌濟的這個力量，對，即馬有這個遮爾大的這個力量的時陣，伊後過會愛去美國，迄個時陣愛去面對着這個川普，嘛是感覺應該是無共款。而且今年嘛是較特別這個所在，就是講今年有這個中國有這個 APEC 亞太經貿會議，差不多是十幾個的時陣，對，十幾個在深圳，其實。迄嘛是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講為歷史的角度來去看，頂屆這個中國 APEC 的時陣，就是講安倍迄個時陣，是本地中日關係是非常不好的時陣。不過因為這個APEC 這個契機，安倍會當去中國，而且甲這個習近平起兵，了後慢慢來去改善中日關係。所以這屆這個 APEC 嘛是小可小場，就是講這個。APEC 嘛是變做中日領導者，是不是會當佇這個所在起兵，會當改善這個政治直播，是不是安尼？是我感覺今年是非常特別的這個今年。顏老先生，我想請教您哈，您相信您在這一段16、7天、20天的他的競選的過程，您都歷歷在目，也看得到日本社會的這些轉變哈。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日本社會經過了這麼一次的選舉，它到底真正具體而為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除了選民的結構的改變以外，那麼具體的會不會影響到，譬如說高市所代表的極右派的保守勢力，譬如說他反對夫婦的別姓，譬如說毀損國旗罪之類的，這看起來很小。但是有可能會在他未來的執政成為他的絆腳石，乃至於我剛剛所提的，他的內閣成員裡頭的跟金錢的關係，那麼會不會影響這些選民說，哦，我當時候投票給你，那你怎麼沒有好好去處理這些事呢？野島先生，我覺得這一次這個主持人的意願，也是我們很多日本的專家或是政治學者或是媒體都有的這種意願呢。不過呢，我經過這次選舉，發覺到一個跟過去選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呢，就是這對投給高市的年輕人、中年代的，他們根本不在乎這些黑金的問題，還有高市的那些什麼右翼的或者是保守的立場，他們只是希望高市給日本帶來變化、突破。所以呢，有一點像台灣過去發生的一些政治機構，有一點像那個民眾黨獲得了年輕人的支持，那他們非常討厭，小早非常討厭那個傳統的保守的政黨的這個體制嘛。那麼這一次，我相信投給高市的很多人呢，並不是要投給自民黨的，他們想要投給高市。因為高市是非典型，跟過去的政治領袖非常不一樣。那麼高市呢，可能是起碼是給他們帶來變化、新鮮的感覺。還有呢，當然期待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物價啦，或者是我們的外交環境呢，
有所改進的。不過還是高市這次能夠選票的我覺得最核心的理由是，大家都覺得高市有趣，不一樣。所以呢，很多我們政治專家用不同的方式想要解讀這次選舉結果。不過呢，我覺得這次投給高市的不是傳統的自民黨的支持者，而是非傳統的。本來他們對政治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興趣，還有他們沒有一個特定的政黨支持。我們日本話叫說無黨派。那他們呢，可能是下一次選舉投給參政黨，因為參政黨是可能跟過去的政黨不一樣，有一點新的感覺。那麼這一次參政黨的選票都掉了，還有過去也是贏得了年輕一代的選票的國民民主黨，他們的選票都也掉了，那個全部都去哪裡？都是去了高市。那麼因為他們不是喜歡自民黨，就是喜歡高市，所以呢，我的定位呢，這一次選舉真的是高市一個人的勝利，而且不是自民黨的勝利。那麼很多人是擔心高市會走向什麼方向，或者是他們日本政府越來越保守，我覺得不太會了，因為高市也知道他的這種風格才是民進黨勝利的原因，所以如果是說他不太在意民眾的感受，或者是日本國民的生活的話，這些高市的人氣是馬上會掉下來。那野島先生，我可以這麼問嗎？如果1年之後，是高市改變了自民黨，還是自民黨會改變了高市？我覺得現在就高市也可以說是自民黨沒有改變高市，反而就是高市當選前或者是當選後了，就是一直都對高市大家都很不滿意了，包括馬先太郎或者是菅義偉這些長老，雖然是表面上是對，可能是跟高市也表示友善，可是其實內心非常複雜。因為基本上高市都不再在意這些長老的一個這個意願了，或者是他們高市根本不是很喜歡這些長老支配的自民黨的政治的文化，所以呢，我經過這次選舉，自民黨要面臨很大的改變，所謂的那個就是長老的一代啦，他們應該要全部都要退，從第一線會要退下去。然後就年紀一代的很多經營，有可能是被體罰。那麼整個的自民黨不得不改變，因為這次選舉的結果是真的是重大，而且贏得太多，所以高市的發言權呢會變大，已經真的是跟過去安倍或者是過去的小泉那些我們都覺得一個非常強的一個政治領導者的，也可以是跟他們並論。那麼我們接下來高市他們如何用他的權力，我們拭目以待。因為現在高市要做什麼，我相信什麼都可以做。那高市，我相信高市先要預算通過預算了，然後什麼？他也是他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所以例如說中國開始攻擊他之後，他完全沒有反駁中國的，沒有回嘴哈。對，要保持低調不講話，反而他知道這樣更可以明顯的看得到中國的不合理的，中國的這個強硬的部分更可以突出，這一點是蠻聰明的。所以呢，加上高市他就任之後很少接受媒體的專訪，也是主要是他知道他的權力的基礎不在於這些媒體的訪談的或者是一些媒體的口碑，他知道他的支持的來源都是這些民眾
尤其是年輕代比較不關心政治的個群體嘛，所以是我覺得他真的是這一次，找回自民黨的那個力量，然後他也能夠開發新的自民黨的一個支持者。但是呢，這個有一些危險了。高市如果他變調，他有一些改變，然後讓這個選民失望的話，我覺得自民黨的這一次贏得的選票，或者是贏得的這個席次，下一次選舉一定掉得很慘。哇！我覺得對這一點是高市來決定日本的未來走向，是非常我們真的是要知道這一件事情。野島先生，我不免俗的，我一定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他跟台灣的關係，他對台灣的態度是什麼？從過去的言行，或者你推測他現在跟美國的關係非常的良好，乃至於對整個地緣政治，您對他的判斷是什麼？因為高市很重視安全的政治人物，所以是他也很關注台海的情況。那麼目前是我們一致認為是中國的壓力，然後中國對台灣的野心是我們要小心的。那麼他繼續，例如說自衛隊了，多一點要送到日本的沖繩那邊的一個島嶼，因為那個是一定會變成是我們的第一線了。然後起碼台灣跟日本目前是沒有，當然是沒有外交關係。可是呢，現在高市的對台灣的態度還是比較友善的，跟過去的石破茂政府非常的這完全不一樣。他一定會維持這個友歹態度，所以是目前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對賴政府、民進黨賴政府也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他也非常的重視台日關係，還有也重視高市跟台灣的關係。那這一點是符合目前台灣政府的一個方向嘛。那也許未來，因為當然是首相能做的事情是有一些限制。可是呢，當然大家都要關注高市的朋友、高市的黨內或者是政府的朋友，他的幕僚很多都是親台派，是這些人呢，也許未來台日關係上面，或者是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是。那當然有台灣政府、民進黨政府或者是台灣方面的那個，也是從過去到現在有密切的來往嘛，一定這個部分是未來起了一些作用，而且加上中國跟日本的關係，未來幾年一定不會改進的，因為中國是也不想認輸的。那高市現在有強大的力量，所以不會向中國妥協。那麼中日關係一定不可能變好。在這個情況，可能目前對台灣的政府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因為起碼是外面看起來台灣跟日本是同一個線，我們要面對中國的壓力，所以是台日關係是未來趨向是一定是比較穩定的。好，謝謝野島先生，謝謝。好，接着呢，我們剩下咱存超高文晶吼，我就希望愛一3分鐘啊，拜託啊，我先請馬木拉桑先來講吼，你預測過去對咱台灣的這個關係，因為這畢竟是執政黨啊吼，伊必須要照顧全部的人，你感覺呢？你是講這個對台灣的關係？對台灣關係刷落來的關係是安怎？我是感覺講哦，雖然講過去這個人是嘛是非常的重要，不過因為是台日關係是無這個外交的關係，一直來推動台日關係的攏是民眾的支持。為這個民眾的支持的時陣，有當時啊有這個親中的這個作為，若是這個政治家有這個親中的作為的時陣，民眾來去反對，所以講台日關係的基礎是民眾的這個力量，即馬是兩方的這個關係是遐爾好，所以講就算講是啥物人就台嘛是共講，一定愛聽民眾的這個意見，所以講一定愛去推殺台日關係。我是感覺這點是。無論是任何人來，什麼人來就共款，對，共款。是，那胡志強咧，其實吼，這樣代志，咱就是愛講過去即馬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國內經濟要起來。
咱國內經濟壓起來，跟台灣有啥物關係？有關係。為什麼呢？大家會通去現鋪啊吼，即馬有迄落咱行政院的官員你看吼，過去17項的產業提升計劃，你要安怎甲迄落賴清德的5大產業的信賴產業，要安怎夾做伙？這樣代誌緊的，即馬趕緊去做功課，因為是安怎？唔通袂記哩哦。過去要選進前，啥人去迄落首相官邸看，為這家去找伊哦。所以講，其實台灣我講一句上白，咱頭拄啊，咱的那個台新馬上伊台新馬上有講這句話啦。伊講民眾上關係，民眾上關心係啥物？錢啊！錢。你即馬你也錢，日本跟台灣的這錢啊，會當夾做伙，會當個互相成長，迄就是上大的有利的狀況。所以拜託的。5大信賴產業，甲高市的17項產業，要安怎甲夾去落交啊，要甲交做伙，即馬上重要，緊的去現去看，安尼。好，有影呢吼，來，謝老師。是，有影啦，這經濟問題吼，這絕對是先優先啦。即馬高市雖然是大贏，但是我相信伊頭殼應該擱做清楚的，吼，就是講刷落來，唔那干那講日本未來我要安怎去處理啦，吼。伊要處理的，閣是閣有美國的關係。伊3月19號就要華府嘛吼，迄個川普甲伊拍撲啊，甲伊歡迎伊。啊，伊煞要閣處理，拄啊之前有講到講，伊甲中國的關係，其實拄啊野島剛先生嘛有講啊，可能就是閣維持就安尼啦，無冷也無燒啦，哦，就差不多就維持是安尼。因為高市的這種本來伊個人對中國的看法，啊，閣伊即屆大贏。伊有足大迄個民意支持，所以中國去嘛看有啦。所以刷落來，我相信中國應該會較下啦。伊袂閣對高市會閣，因為即屆都要變到改左算，都要變大左算。這安尼對因來講，因對日政策其實是無成功啦。失敗。我是莫講失敗，都無成功啦吼。啊，對台灣吼，其實經濟較重要，因為咱迄個頂禮拜前兩天選舉前兩天，咱的迄個台積電的迄個。魏哲家哦，伊才真牛呢。伊去美國。什麼時陣袂去？你選舉的時陣去？我相信這甲美國有關係啦。哦，啊，伊去啊，伊是去首相官邸哦。啊，魏哲家伊去美國是去白宮哦，全台灣我看伊第一個啦，無人有才調直接去甲伊個行政中樞就對。啊，是安怎呢？表示美國甲日本。去用電頂內面去啊。就直接就入去啊，就表示講。迄個日本甲美國因足重視台灣的迄個晶片半導體，其實還閣一個叫做經濟。老實講，還閣一個足大的問題。高市伊無袂記誒講，台灣有事吼，是因為第一島鏈甲日本講誒攏是第一島鏈啦。啊，這若正講，若講台海啦吼，台灣海峽若是有出啥物問題時陣，日本伊也無法度。我都發清啦，對啦，伊都愛看美國伊的狀況安怎，伊才閣來判斷。但是伊就是無法度講，我無愛介入，伊無才調。但是伊要介入嘛，愛有一個名目嘛，有一個名義啊。其實有一個足好的名義啊，撤僑這個代誌，其實足微妙的。哎，若無拄好，你若槍炮飛彈去彈着伊的人。伊就借口啊！啊，問題是伊是撤僑，哦啊，所以這個部分老實講，這高市吼，伊有講哦，未來我若要修憲哦，啊，佫毋是干那第9條，佫一個就是緊急事態、緊急事態的問題。這緊急事態其實是包羅萬象啊！包羅萬象。你若要講迄個叫做急難救助嘛會使啊，對無？啊，若是講迄個地動。啊，是有啥物？天災地變吼，天災地變你嘛是會使啊，對無？吼，啊無就是親像講，即擺若台灣有啥物問題，哦啊，可能包括咱四三三，可能嘛愛造橋啊，因有一個路線啦，就是為花蓮出去啦，吼啊，花蓮出去就是西南諸島，所以是安怎安排一直以來，甲即擺中佫一個迄個岸田文雄哦，迄個安保三文艦就是岸田文雄創的哦。迄個高市即屆，伊講你安尼佫無夠，安尼無夠哦，伊即屆佫毋知要安怎修啦。伊有講，伊要修就對啊。哦，我咧想，伊要修應該是比兩三年前迄個岸田時代吼，
一定更較前進啦。只是迄內容即馬也唔知啦吼。我即馬意思就是講，高市其實伊無放袂記講甲台灣的關係，所以伊甲台灣的關係即馬看起來就是行兩條路線，一個就是迄個 TSMC 啦吼，咱講半導體就是經濟產業這條線，啊，擱另外一條就是地緣政治日本甲台灣的關係，伊後壁內底其實是有足濟通啊處理、通啊做的啦，吼。啊，但是總是萬行起頭吼，即馬拄開始，我相信伊應該會慢慢啊做一個優先順序啦。伊無法度講一群啥物都要做，我相信也無人有才調啦吼。雖然伊大贏，但是我感覺伊應該先把這個優先順序先做出來。我的感覺，我是希望伊莫去互自民黨改變。